我们来做一个 Q&A 的部分，因为我讲的话我都没有被打断，好可惜，我好喜欢被打断。好，请说。Stan， 听你的演讲真的很精彩，也感谢你在台湾为我们播放这个正确的消息。谢谢。那我想请问你有2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以刚刚你所提到的，现在在台湾就有很多的假消息，很多的 misleading。那个 misleading 有2大方面，一个大方面就是传播虚假的消息，传播不正确的道理。那我是一个科技的人才，以台湾来讲，这些信息的进来，台湾有一个 router， 所有的 international 进来的东西，台湾有办法 control， 这个 control 呢，应该分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立法，有法律规则，哪一种不让它进来 ，even 里面的人在传播这些虚假的消息，也可以用法律来制裁。另外一个就是说，也可以直接就把它阻挡下来。那这是有牵涉到法律，也牵涉到这个质疑量，就像你讲质疑量。那台湾这么小，可能没有办法来阻挡从中共过来的这些量啊，这些质量。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外面的人来帮忙？可以分2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找美国人来帮忙。事实上，美国有很多的法律，它可以了解，可以收集外面进来的资金、外面进来的信息，可以把这些消息送给台湾，台湾可以把它公布出来，让台湾的老百姓可以了解。比如说，透过硬邦邦这个新闻，可以把这个正确的消息弄出来。假如说一个假消息进来，不同的论点，我们知道，一是封锁，假如说不能封锁的话，我们可以管制。另外一个说法，由硬邦邦来推出来反驳。那假如说是有消息出来，我们可以控制看 tracking 是谁在散布这些谣言。所以台湾不晓得情况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请你阐释一下台湾在这方面的进行的情况？这分2个阶段。谢谢。第一个问题是在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台湾的媒体又受到 NCC 的管理，对不对？你不能就是不平等报道，然后有各种的这种新闻相关的规范。传统媒体才是受到 NCC 的管理，网络媒体没有。这就是跟美国的这就是跟美国的状况是有点像的，就是传统媒体在法律上有受到有230条款，230条款的这个东西是给网络平台绝对的自由，所以很多假消息很难以管理。台湾的状况有点类似，但是 NCC 没有管理到就是自媒体的部分或网络媒体等等。针对假消息宣传，我觉得美国已经是有很多做法，只要是上国务院的网站或总统府的网站，常常就是他们新闻稿出来也会辟谣针对一些假消息的部分。那针对台湾能做什么？台湾能做什么？其实台湾人也要增加自己的媒体识读能力。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开一些课程，也多跟台湾人讲解可以信，哪些消息不能信。那这是针对民众，针对公务部门，针对立法单位，针对就是公务人员的部分，那但是要管理更严格。所以我个人是我支持什么抖音啊、小红书的一些中国软体，不应该安装在公务人员的电脑或手机里。那针对一般民众，就是要跟他们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用，为什么你怎么分辨假的跟真的，哪一些资料来源算可靠的，哪些资料的来源算不可靠的。然后呢，这就是每个人都有多听多看，你们是左派右派两边都看，就是说像是我呢。我立场比较偏右嘛，那我除了我喜欢看的 Fox News、Newsmax、Daily Wire， 我也会看 CNN 啊，我也会看 MSNBC 在说什么，我也会看纽约时报在写什么，就是两边的消息都要整合，什么东西都要看，然后在中间才可以得到一个自己的立场。那当然也要看政府
各国政府的发出来的官方消息。那我觉得台湾可能也管不到什么波兰政府英文网站在放什么，或法国政府在写什么，但是起码对台湾最关键的美国白宫跟国务院的网站可以每天都看一下，有没有发出来什么跟台湾有关的讯息啊？有没有发相关的消息？就是都看跟多分辨真跟假。谁？好，这位。谢谢你刚刚讲的说，这个中共在这个韩国、在日本，还有所有的招数都好像很对嘛，您有都点子在台湾也说，那个在跟人家说，所有讲俄文的就好像被乌克兰人欺负，这个同样的逻辑也可以 apply 在台湾。但是现实世界上面呢，现在韩国的国会说，我赶快不通过的话，川普要打我了。然后在日本方面呢，好像高市也是很高的这个支持度也很高，所以他讲的那一套好像都很有效，连点子都很好，但是实际上效果不太好。在韩国算成功的，毕竟现在韩国的政府是很亲中的，有选了一个亲中的总统，也是韩国的共和党有做错一些事情，这当然那个戒严的问题嘛。但是在有一些国家它操作比较成功，在有一些国家操作没有那么成功。但是实际上面呢，这个效果因为川普很强硬嘛，他不怕说我不跟你讲什么话了，我实际上是一尝试，所以你要卡来卡去这个咬文嚼字，我不理你啊，我就是看实际上是什么样，所以它的效果能够有多久我不知道。看国家，我觉得在韩国算他操作的蛮成功的，毕竟最后也导致美国把爱国者飞弹跟萨德导弹都撤出了嘛。所以第二个问题，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呢？那台湾呢是要民主嘛，所以什么都不太敢做。那实际上呢，美国像你所说的是，一定是跟台湾在一起。那台湾为什么要卡住说不敢做？因为他只是为了咬文嚼字，所以是不是台湾的政府不太够勇敢？是说我们要给他多一点鼓励，还是说应该学美国这样的，应该怎么样的强硬一点？台湾的政府的态度一直都是很正面的，也都是以跟盟友发展关系为主的。赖总统也一直为台湾的国防在努力，特别军事预算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推出来。那因为很遗憾，台湾是受到不只是认知作战，还有实际上3战的，就是中共的混合战的那个影响力嘛，所以美国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看法。如果是有一些亲中的政客，他们跟在美国有家人有绿卡，有财产，那美国也可以关心一下他们，因为即便是在亲中的政党，也是有一些人是应该是立场上应该是要亲美，那美国也应该要表现出来自己的态度，因为你保护自己，最后是你要自己保护自己。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但是你的武器是来自美国，你的美国如果是美国要为台湾而战，美国要为台湾流血，台湾人也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贡献。美国不会不愿意保护自己的一个盟友嘛，对不对？他对欧洲就是这种的态度嘛。你不愿意提高军事预算，你不愿意跟美国合作。现在美国在克鲁兹海峡需要大家的帮忙，你不愿意来，那我就撤出来啊。我就是只发展跟我愿意发展关系的国家嘛，川普第一任就是这么做嘛，把德国的部分的美军部署直接调动到波兰，因为波兰一直在增加国防预算，一直在发展跟美国的关系。那这时候美国也是要把讯息沟通的够清楚，跟任何的党派，跟任何的人都要说台湾的安全最后是要靠美国的。我觉得台湾政府已经做得非常的好。都不能批评。台湾问题是在于立法单位，那立法单位也是目前台湾人选出来的一个结果，应该是要让更多人检讨，然后下一次真的好好投票，就是真的是好好投票，选一个就是站在台湾主权立场上的人。好，这一位，先这一位，然后再你。你好。Too close to the speaker. Ukraine.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ation. 你说到赖总统，这个 sovereignty，
艾总统说过，他要把台湾变成一个 AI island。And you talk about how the media can be biased by all these influences. And I think the new generation, these days people don't listen to traditional news so much. A lot of times they hear something, the first thing they do is pull out their phone and ask the AI. It's like, hey, what's going on here? Is it true? Yeah. Is it true? And then they don't know how to interpret the bias of the AI. They don't know how to say, hey, is this AI being influenced to suppress certain answers? And they might be using DeepSeek, which is even worse. Right. Well, I mean that one's easy because you can know, which country this AI comes from. But then eventually, it's going to be in other AIs because there's so many AIs out there, and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understand the bias of it. And now I see Taiwan has tried to do a Taiwan sovereign AI project to kind of resist this influence. Yeah. So I looked into it and I feel like it's not as robust as it needs to be. So how do we build a future where we have like an AI that we can trust, where we know it's not going to be biased by any sort of hidden influences? Because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getting all their thinking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AI. 好，首先，can I answer in Mandarin so that everybody, they're recording and stuff. OK，AI 的部分，因为首先我要澄清，这不是我的专业，AI 不是我的专业 ，Gemini 也是 bias， 任何的 AI 都是 bias， 但是任何的 AI， 你要把它当成人，人会不会误判？人会不会说谎？人会不会讲的东西就是牛头不对马尾？会嘛？所以你就一样要多查证，不能把 AI 当成一个绝对的事实。那即便台湾有自己的 AI 的话，它也会有 AI 的 bias， 它也会有 AI 的幻觉。所以这个应该政府也是要沟通，不能完全相信 AI。你跟你的朋友聊天，你问他问题，你会完全相信他说的都是事实吗？不会嘛，看他的领域嘛，看他的专业嘛，然后有时候还会查证，他也会说错，他也会记错，那 AI 也是，所以这个是一样的，这是跟媒体适度一样的问题嘛，你不能绝对相信同一家媒体嘛，你要多看 ，AI 也一样，你看完之后答案，比如说好，我有时候，比如说好，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针对某个主题，我可能会请 AI 去列书籍，说有哪一些书可以看的。然后有一些去看，天哪，这个跟我的主题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啊。有时候会说的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推荐好书，所以最后你还是要自己查证，你要自己去看。那台湾要不要有自己的 AI？ 当然要啊，那科技国家一定是要有自己的 AI。那它会不会出错？也会出错嘛。但是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要有 sovereign AI， 我是大支持这一块。谢谢。好，问题。sorry， 我已经答应了，对 ，sorry。So my English is better than my Sure, let's speak English. I'll answer Mandarin. Yeah. Yes. Sure. Well, first of all, Stan, I think we Taiwanese or people that support Taiwan are very blessed that you are an advocate for Taiwan. We appreciate you very much. So I mean, from what you've see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ow much has the people of Taiwan been awakened to all the Chinese CCP subversion influence? Do you think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more aware, and then they're also getting more confident because they see more support from the U.S.? I have bad news for you.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at people that are aware, the level of awareness of the CCP and the level of the CCP's infiltration were much higher in 2020 when 2019 Hong Kong protest. After that, everybody, right now everyone's forgotten about Hong Kong. 大家都忘记了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2020年是台湾了解中共跟来自中共的威胁最高的时间。后来中共也一直用各种方式来洗脑，来推自己的宣传。我觉得现在的，我们看国会选举的结果，才1年多前而已，很不乐观。现在是很不乐观，而且我只能说，就是公民社会、政府，大家能做的事情啊，就是多多支持帮台湾站台的媒体平台也好，独立媒体也好，新闻记者也好，因为这场仗很难打，也没有业配，
因为业界很害怕跟反共人士合作，因为他们常常是跟对岸那边也是有往来的，所以不乐观，但是还是要站，还是要说，还是要帮台湾发声。然后这时候我也希望美国可以多增加跟各界的盟友讯息沟通的部分。美国川普那时候要关掉 RFA 跟VOA， 那两个媒体确实有出了很多的漏洞，确实是要重整或甚至关，但是要给一个 alternative， 要有一个新的东西。目前这个新的东西还没出来。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出来跟全世界沟通的一个媒体，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恐怕，我觉得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对来自中共的影响力的警觉反而是下降不少。从民调的结果就知道，从选举的结果就知道，那很遗憾。Wendy。My question. Okay. Go ahead. Yeah, sure. Yeah, I'm going to speak English. Go ahead. Chinese is Go ahead, go not ahead. as good as you. No. And I'm ashamed It's fine. because I'm Chinese. But anyway,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the politics, and it's very thorough. I totally understand it. But I have one question that I'm dealing with and struggling with it, because bulk of these topics is basically talking about two countries, right? Two different parties. Democratic Party versus Communist Party. I totally understand that. And you know, I'm Democratic and definitely would support Taiwan. However, there's a small part of me just find it hard to support on the count that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I was educated there. And my parents and their parents also, you know, struggling in China, fighting constantly with Japanese and communists, so they escaped to Taiwan. But then in their heart, they believe that one day we will go back. But in their heart, they never thought about communist versus Democratic Party. They want to go back to China, its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history. Those are, to me, I brought it into my heart, and I always plead and proud to be Chinese. But the hardest things I'm dealing with right now is understanding Taiwan now, the country right now is changing, right? And a lot of story I heard, it really hurts me because a lot of culture and ideas are deleting the old culture, right? They're trying to wipe out all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from China because people are thinking it's communist way, okay? So how do you convince people like me and the older generation, which is dying off, to come out and support Taiwanese culture or even the politician?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So Yeah, most of the time you talk about politics, but I'm trying to remove the politics away, right? Communist and democratic. The culture is deleting. You know, I found a lot of government right now deleting supporting for veterans who fought to be free, right? For all of us to be free. They're cutting their benefits. They're throwing them on the street. How people could still supporting that? Okay. Right? First of all, legally speaking, Taiwan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Yes. Taiwan should be respecting all of the groups of people that live there, including Chinese people, people who identify as Chinese, identify as Taiwanese. Like everyone's, your personal identity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all the cultures should be respected. Talking about right now w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doing to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the erad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y never stopped even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y still keep on eradicating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literature, like everything that was good before the communists came. They only cherry pick what they like about it and pretend that this is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true Chinese culture. Yeah, but like me, I'm not going to support communists. Definitely Of course. not, right? I don't have a lot of choice, right? Of course, I'm going to support Taiwan regardless. Yeah. However, the part of Chinese is one, is two. China, if they want to take over China, it's easily. It's a piece of cake, it's a small, tiny island. However,
I don't think they're gonna go for it. All Chinese killing each other. Okay, people, that's basically it's our blood, the same blood. Well, you should listen to what the CCP says and what the people in China are saying. Like people that are very clo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ike the former ambassador to France, Liu Shaye, he said that there will be concentration camps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when China comes. People like Gao Zhikai, who is very close to this. And right now, in the Communist Party, Liu Shaye is the perso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Chinese European politics. It's going to go back to being communist, supporting communists. Well, I'm not saying that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supporting communists. It is. I know you can't avoid it, right? You absolutely can't avoid it, but it's just hard to continue, to explain. I'm struggling. I can't decide, right? And Chinese veterans and Chinese people are a part of the Taiwanese society, and they should be included and they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they are included and respected. And if there are any policies that you don't agree with, then you can argue, you can talk about it. There are people. There's no way I'm going to support communists for sure. So you don't have a lot of choices, but it's just hard for me to trying to look at Chinese people as they're from China, communists. I mean, to me, we're all Chinese. It's so there's no politics. Yeah, that's your identity, right. And that's why it should be respected.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Yeah, and I think Taiwan as a democracy should take care of every group of people. Yeah. You doubt that the current politics is different from but let's talk about how it should be, right? 反共最重要，对不对？反共最重要，因为现在共产党造成整个世界的灾难，所以反共非常重要。我们坚持反共，我们的 identity 才可以出得来。Okay. So basically, just 1 second. I think we need to separate the communist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Oh yeah. The communist is a political system. People is totally different. We do not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Yeah. Same thing as the Taiwanese doesn't really differentiate the Taiwanese and Chinese. They're all friends, they're all people. What we against actually is the communist system. It's a political system. So if we can separate two, it will be easier. Thanks. Yeah, we have to separate the godless collectivisms of the communists with the people. It's always the people who suffer regardless of war, and eve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ll the wars, it's these politicians in charge. So we have to separate the Chinese people versus the Communist Party. So my question is, 我觉得美国现在也是在进入这样同样的问题啦。那因为像如果因为我们这么多的在台湾在这边的台美人，那如果想要怎么样，就是说帮助台湾人，那在这边我看到已经很多，你刚刚有讲一题，就是中国论述如何渗透到世界各地，然后收买网红，然后直接培养华人参政等等的这些，已经在根里面，就是在地方政府已经在实行的事情。我自己在因为我选过市议员，在那个联合市，然后我也是选上 Union City，I ran for City Council， 还有我还是共和党的中央党员选上的，2020年选上的，所以我看到很多他们怎么样打压，就是现在所以现在是想说，我们台湾人在这边有没有参政在这边，有没有帮助这些参选的就是参选的候选人选上？因为其实当他们选上之后，你们再跟他们拍照，其实他们已经背后都已经他们是支持他们选他们上来的人，所以他们会跟你拍照而已。所以我现在问题是说，要如何帮助当地的就是台湾人，还是就是这是有美国价值的？其实 when you boil down to everything, it's we the people, against the godless collectivism, whatever ism it is. It was wokeism, communism, socialism, Nazism, Marxism. It's all the same. It's a godless collectivism, and this is different. It's happening right now. So America right now is at a crossroad between this thing and June 2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imary. You said yes, America. You asked America for help. Even people tell you to vote, conservative, but the Republican Party,
You want to vote for Rhino or do you want to vote for MAGA? It's up to you. But how did they define Rhino? Religious in name only versus make America godly again. So this is something maybe you can address to us, how we can help for local candidates. Thank you. Wendy for Congress. Yes, win with Wendy. They win with Wendy. Freemo, 1614。哎好，这一位，然后这一位。您先说，您先说。请说。好，不好意思，我今天我其实是 Stan 的粉丝，谢谢。对，我带了2个孩子来，然后我们是台湾人，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现在是美国人，对，所以我一直在台湾。美国人啊？我是美国人，对，但是我是来自福建的，大家很多客户的地方嘛，那我不是客户，然后不用特别讲了。对，然后后来不知道他讲话可以用麦克风吗？对，听不见吗？对，你来，可以到这边的。用麦克风好了。我是刚才听之前的那位女士讲的，我理解她的感受，因为我是来自福建的，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被洗脑的，所以我一直以来我知道那个洗脑的过程都是一直强调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所以就是变成武统台湾、统一台湾，变成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任务一样，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混淆的概念，就是爱党爱国就混为一体，所以就会很激动。一旦说到中国不好、中共不好的时候，就会很激动。我是中国人你们不可以说我们的政党有任何的不好啊，这样子就会有那个民族的一个情节在那里面。但是我在想我是来美国以后的。过了2年，我才开始觉得自己是从小被洗脑的，然后就开始支持台湾。然后我听很多的自媒体说推倒防火墙，那么大家就会醒过来，那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现在在美国认识很多的华人以及台湾的人，然后他们会一直跟我说，每个政党都一样坏呀，台湾的每个就说民进党赖总统也都很坏呀，那大家都一样坏，那为什么你们要支持哪个政党？反正中共也没有说那么坏呀，就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我就很担心就是我们大家都已经被渗透的，包括美国啦、台湾被渗透太可怕了，所以希望司堂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法，让大家能够更快的能够醒过来。对，谢谢。好的，大家继续支持他的新闻地方吧。谢谢。是哟，这就是认真作战，这就是认真作战，每个人都有受到他的那个影响，那就是。你要支持，就是站在台湾这边的人，然后多分享给朋友，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支持新闻英邦邦很好了，然后也可以支持其他的，就是站在台湾立场上的媒体平台。好，不想讲了。我可以讲30分钟啊。刚才呢，你是讲了哈，我不会去反对他了，只是说他已经被洗脑了。已经被这个网络一大堆消息，他的同温层洗脑。你如果注意看正面的一些消息的话，比如上次选举的话，很多海外民主人士回台湾，或是从中国去台湾玩的，从来都没有去过的，都发觉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就是说，台湾事实上保存了中华传统的文化比如说马祖到庙现在最近又要开始了，中国有吗？没有。中国现在用民族主义要 cover 它的共产主义，说它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其实中国还有什么传统呢？你说有什么传统呢？所以我不会怪他，因为他接受的一些同温层的消息，他不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很多海外各方面的中国人什么一到台湾就说看到中华文化，怎么说台湾会消灭这个中华文化呢？这就是认知作战，这就是这种洗脑的东西嘛。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想很多人是清醒的了。如果是听不下去了，赶快出去一下。哇，再听下去的话，受不了。对，对
我会常常看他的消息啊，所以我很了解他，他是非常爱台湾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还有很多话要，不过他说3分钟，OK。我刚刚说的嘛，在台湾，任何团体、任何族群、任何信仰、任何肤色尊重，这就是普世价值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所以中华文化也是，任何的文化背景也都要被尊重。那在台湾，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那种歧视的象征，任何的场景歧视的。我政治节目从阿扁上台以后，一直看到现在，已经20几年，好几家都在看。那因为我从事运动方面的，所以政治方面我也很少去画，没有时间嘛。但是最近很多人会发觉，尤其中国来的，已经都被洗脑了，来台湾才了解说啊，这个熟悉，你看说我们破旧还是怎么样，好像有人回到以前的感觉。他们每次，这不是一个人哦，好几个这个 YouTube 这样讲，哦，有旧的东西，但是也有新的。他看到旧的话说，哎，我小时候就是这种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这个贴心。但是中国呢，全部都打掉了，全部盖新的了，你幼时的回忆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他们感觉说，哦，在台湾如果说被中国统一的话，中华文化就没有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台湾才是唯一保存中华文化的地方。当然，中华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呢，台湾是非常特殊一个国家，被很多国家殖民过，尤其是被日本殖民过以后呢，就变得彬彬有礼。这个哈，不太想讲。你如果因为我接触很多人，台湾也是华人嘛，过来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跟比较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跟台湾的华人在美国的话，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台湾人非常体贴，非常会想对方着想。东南亚的华人，我在接触很多，他们有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住的地方是从来就是比中国那时候还落后的地方。那我们台湾呢是经过很多的洗礼，再加上呢，很多人为了想逃到美国，所以对美国非常亲近，所以我们有加了日本的文化，加上美国的文化加起来，所以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特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尊重它，保持中华文化，就是在台湾。谢谢。你要给大家考试一下。刚才你讲的，你提3个问题，然后呢，谁先第一个举手答对的呢，就送他一个。哦，复活节快乐！沙宣巧克力。对。只有3个问题，就是他刚才有一个你就话就 you just talk about it。Yeah, if OK。哦，还要想一下问题哦。好，我问，好 ，OK。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刚才。对，好 ，OK，我想一下啊，等一下，好，我问简单的好，我问简单的好，刚刚的内容我就问简单的就好。你们在网络上遇到很明显是 AI 账号的时候，要做什么？OK， 因为我问那个务实层面的那个问题，那个操作的问题。OK。好，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问题 ，NCC 没有管道的媒体是哪一种媒体？在 NCC 的范围之外的媒体，在台湾是什么？自媒体。可以拿2次吧？很好。然后我再问那个，还是问比较难一点啊。那我觉得我讲的内容都很清楚。OK， 好。最近中共的宣传
有针对日本的一个区域做一个论述，是说他们也应该要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是哪一个区域？有，你已经回答是冲绳。冲绳 Okinawa。好 OK。冲绳 Okinawa 在哪里？更广的。更广啊。更广啊。离岛链。来了，更广的。琉球。琉球。善意。好，跟大家都很厉害了。我已经跟你们都是比较简单了，让大家就是跟我们要大合照吗？对，后面呢？等一下，我问一下，那个报道处后面还剩下几杯 drink？ 还4杯，4个小杯。4个小杯 ，OK， 好。把那4杯都赠送掉。好 ，OK。容易一点的。OK， 容易一点的。2014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打那个乌克兰。对，没错，克里米亚。对啊。丁克里米台湾主权未定论是基于哪一个国际条约 ？OK， Justin。是。那个 Justin 给 Justin 一杯。好，想一下，哪一个联合国决议案常常被中共扭曲？没有，你们都可以先举手啊。282什么？好，换一个题。大家听到不要讲话，不要讲话。2758号决议案没有包含、没有提到一次的国家是哪一个？台湾，对，提到台然后我最后问那个就是送分题，对，来一点。全台湾最佳的国际独立媒体品牌是哪一个？来都当官。这个太容易了吧？轻松一点嘛，差不多了吧？还是要最后一杯，是不是？还是要最后一杯。今天的主讲人是谁？还是最后一杯给那位刚刚问那个外省人的问题的那个女士？对，就给他。好。对，就给他喝。好的，我们谢谢斯凯博士啊。我想我们今天的大家来的观众非常的多元化啊，有我们台派的，有外省派的，还有国际人士，然后还有我们自己 local 的people 的 ，OK 是讲英文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非常多元化，而且大家呢脑力激荡在这边呢非常的难得。那这就是我们达到我们办这个论坛活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哦，台湾论坛多少年了？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对不对？25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29岁的时候呢，我成立了台湾论坛，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在找接班人 ，OK。不过呢，比我年轻的接班人呢，都说我要照顾孩子，我要努力工作，我要照顾家庭，我时间太忙，我分不出来啊，那我就只好退让，对不对？我就说好，那我幕后帮助你们，你们在前面啊，我们就是说，总是要有人接棒嘛，我不能做到老死吧，对不对啊？因为我希望这个台湾论坛呢能够继续下去。就好像台湾海外网一样，
以前呢是蔡明峰，现在他的接班人呢是谢正宽。谢正宽呢，他是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的创会会长，他接下来他把这个台湾海外网呢带得非常的好，这也是一个全球我们台派最大的一个网站，给他一个拍手好吗？然后台湾论坛呢也希望要有接棒人，然后我找到了一个版主，他是在台湾，他叫何怡，他是非常的年轻，是我们台湾大学毕业的，那我是他的学姐。那么可惜他是住在台湾那他说他可能明年会有机会，他愿意到加州来一趟。那我现在呢这边的新的一个发言人呢你要我宣布吗？他说我慢慢来，就是他要慢慢来，是。因为有一些工作呢，真的很需要人帮忙，非常需要人帮忙。但是我也体谅呢，就是20几岁、30几岁的朋友们大家呢平常都忙于自己的工作，这个我能够体谅，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加像这样子类似可以脑力激荡的program 跟活动。然后呢，多多跟我们台湾论坛接触那台湾语文学校联合会呢，我是创会会长在10年以前我就是创会会长，所以大家就可以算得出我的年龄是多少岁了18岁。谢谢你所以那个时候呢，不管是台湾学校联合会也好，台湾论坛也好，小英后援会也好。还有信赖之友会也好，我是总召，也是创会会长，还有侨委会底下的下设的一个特别的组织圣荷西急难救助协会也好，我也是创会会长我非常希望有接棒的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组织创立起来呢，是我们海外的我们的Taiwanese American 的声音，我们需要有声音。我们同温层取暖，我们大家都觉得很 cozy， 然后互相鼓励，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非常的好。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像今天这样子，拥有不同的声音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找出一个共同的交集点。像我们刚才就找出了一个共同的交集点是什么？大家可以回答我吗？我们已经找到共同交集点了，反共。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因为共产党要消灭我们的声音共产党要消灭我们的人权，共产党要消灭民主，他又用他的共产主义来统治整个全世界，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才是最理想的主义、最棒的主义、最好的主义、最值得推崇的主义。他们完完全全想要消灭民主制度，他们看不起民主主义，他们非常的看不起。他们就是希望哪一天把民主主义整个打倒、消灭，踩在他共产主义的脚底下，让共产党在世界上成为最大的控制的强权者。这个是共产主义的最大的目标。为什么？共产嘛，共你的产，但是不共他们自己共产党的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正能量的声音一起出来。我们刚才就找到了交集点，不管是我们台派的人，还是不讲中文的人，讲英文的人 ，OK， 外省人也好，台湾人也好，或者是出生在这里的也好，我们已经找到了交集点，就是反共。唯有反共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的 identity。如果你不反共，你说我让别人去讲话，我站在幕后，我专心我自己的事情就好，跟我没有关系，也可以哦，不是说不可以哦。也可以哦，可是当你的权利、你的自由度被剥夺了，别人在制定制度的时候，因为他们变成多数，你必须要 follow 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跟制度的时候，你才会惊觉到，哎呀，我的人权被剥夺了，哎呀，我的自由减少了。那个时候你才要回头的时候 ，too late。为什么？因为整个大局都已经会定。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看看现在的伊朗，他们的神学式神权 ，OK， 为什么能够弄到这么糟糕？川普为什么要消灭？
就是因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而且他们还去侵略了别的国家，渗透到别的国家去宣扬他们自己的，这个很可怕，对不对？共产主义也是一样，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很简单的跟大家交流一下哦。我们感谢斯坦博士老远从波兰过来啊，然后呢，他能够讲这么流利的中文，因为他跟我讲他是在台湾念的大学啊，那能够拿到台湾的那个 Bachelor 实在不容易哦，因为台湾的 Bachelor 比较难念。我是唯一非中文母语者在我们班的那个时候。对，you see 啊，我们给他个鼓励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ation. It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think because yeah, you raised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Korean, but I think we can see because I'm through the culture o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n actually we can see there is something, the similar pattern. If we can see how now Iran people, right, how their experience now, their experience suffer, their experience what kind of challenging. It's absolutely the same pattern if we pay attention for that. So I really, because Stan raised a lot of the parallel, and it's not just analogy, bu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the strategy, the communist strategy, under what we see, the culture, historical, actually exactly has been distorted. It's not what we see, what we expected. That's so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But I would say that kind of, kind of jog and feel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kind of heavenly, but actually not. So that's why, especially for example, that we can see, oh, we share the same blood lineage.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things. It's so resonant with us so deeply and rooted in our tradition. But actually, I think from the China, the very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actually so many not only culture and religions, they are all destroyed and all kind of from the land reformation and the so-called Great Leap Forward. We call it 大跃进, right? And there's so many, people kind of Christians, and so that's really if we cannot really truly understand so many historical stories and narrative things, but I think through this, and now it's still ongoing to happen. And I think you also pointed out the language. I want to say, in Taiwan, we say that Taiwan Chinese, but I would say that it's we call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This is different from simplified Chinese, an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which is Taiwanese, now we use that, and that's really unique to use the text and the ancient sacred text, the study,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unique. We should preserve this languag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So, 好，我想后面站在外面在交谈的能不能走进来一下哦？我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消息要宣布一下哦。如果大家觉得斯坦博士的新闻硬邦邦，它的英文名称是 "Freedom is not free"， 就是自由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争取啊。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说新闻硬邦邦这个 YouTube 频道是非常值得支持的，那我们欢迎大家有这个散会以后有这个小额的捐款。所以为什么我讲小额呢？就是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力量cash 也可以，支票也可以吧。最好不
不要支票。PayPal。哦 ，PayPal 可以。Apple Pay 可以吗？没有 PayPal。PayPal Zelle。Zelle I don't have Zelle。PayPal 也可以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心意呢，如果愿意捐款给他的话，让他这个节目呢能够持续下去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upport。我们不期望说来一个million当然那更好了。那如果没有，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小额捐款。所以小额的意思呢，就是它有自由度就凭着大家自己的心意，就算是小小的心意，也代表你们。也代表我们大家的这个热忱好，那我们的斯坦博士说他有一个小小的回应。因为非常感谢你的回应，然后因为你有讲到关于伊朗跟委内瑞拉，我希望伊朗可以对台湾当成一个对照的。你非常的容易让独裁者掌权，但是他一掌权了赶不走，很难赶走。你看伊朗的妇女上街抗议，已经是几十年都在上街抗议，几十年都是在对抗这个省政权。讲到所谓的就是站在普世价值的那个立场上的人，你问他怎么看待伊朗，怎么看待伊朗的妇女的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尊严上街抗议的这个行动。这是最关键的，台湾人也要记得，看伊朗也好，看委内瑞拉也好，因为中共它是深入针对委内瑞拉，比如说他们有所谓的那个爱国者卡，就是跟台湾的健保卡很像，但是它绑定各种的社会福利，然后一样有那个人脸辨识。如果他看到你上街抗议那个政权的话，你可能退休金也领不到。这个东西，独裁国家他们都很团结，他们都是互相帮忙，他们都是互相支持。民主国家很可惜是四分五裂。我们要团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制度，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自由。然后我也希望这些伊朗也好，委内瑞拉也好，这些国家的例子，对台湾人来说应该要当一个对照组。不要忘记，你一旦让了独裁者掌握权力的话，换政权是非常困难的，也非常难做到。所以请每个台湾人好好的守护自己的民主、自己的自由、自己的信仰。谢谢大家。补充一下，如果你看到卡斯特罗，看到伊朗的荷梅里、哈梅里，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多么有魅力。年轻的时候呢，他们是宠儿，所以政界宠儿，但是40年、50年以后变成世界的魔头。为什么？他们享受权力了以后，他舍不得放掉，所以国家有军队，他还要一个神权的军队，要来保护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哪一个人好不好，道德高深不高，体制上面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人性就这样子，所以要很小心。没错，谢谢。好，我们谢谢大家哦。那现在就是说愿意要跟他晚餐的，我们等一下会去那个别的地方有晚餐。如果大家要散的话，在这边散的话也可以。但是呢，我有大家的联系的那个电话号码跟 email， 所以下一次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呢，我也会同样的呢邀请通知大家。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结束之前，我们要照团体照，好不好？好。